新北市政府有举办2礼拜的食农教育展，而且佫有推动食农的台语教案，甲农场的业者来合作，希望会当带囡仔做伙来学台语，拿了解农作物。 老师用台语绘本教小朋友熟悉菜市的物件，真侪囡仔是念甲真大声，嘛真认真。这是新北市政府举办的食农教育展，为着要让囡仔用台语来认捌食农教育，新北市农业局甲农场业者合作设计台语教案，鼓励小朋友哪学台语，哪了解农作物。即马囡仔吼，拢可能拢伫都市大汉，所以伊对即个咱食的物件可能较无了解，所以讲吼。 即个为这个牛埔啊吼写这教案吼，主要就是要互咱即马新北市的老师吼，也对这个餐园教育有兴趣的老师，会使直接摕这教案，然后呢，会使伫个课程内底，就会使教伊学生啊。用台语教囡仔熟悉木耳的生长过程，实际带小朋友到农场来种木耳，农场业者是对捡树枝、种空、拍捆，到生长一项一项豆豆教。课程结束了后，佫会互小朋友甲拔一个木耳树枝，早倒去厝里种木耳。开始种，要安怎种，到要安怎食，做一个完整的课程安尼。 所以就会互囡仔家己种，看这拢是因家己种的，啊到后壁安怎采收安怎食安尼。卢埔有机农场是目前唯一一间有甲新北市农业局合作的完整台语教案业者。农业局希望未来有更较侪农场参加，互台语食农教育毋那伫国校啊，会当到各中教学，甚至到社区推广，互更较侪人知影。记者陈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